CCTV 秒變 Google， 點解打幾隻字就揾到片？好啦，歡迎大家嚟到 Blue Wing AI 保安實驗室。有冇諗過呢？ CCTV 都好似 Google 咁，打紅色背囊，畫面就跳出嚟。其實咧，呢個唔係魔法，而係將畫面變成數據。而第一步咧就係將每個路人啦、每架車啦俾個 ID 佢 ，AI 係一路會跟住佢哋嘅軌跡，係唔會跟失嘅。而第二步咧就係加上一啲貼紙，例如紅色、短袖、背囊、SUV， 仲有啲進出嘅方向等等。咁喺呢啲嘅角落出現嘅時候咧，可以更進階咧，連門牌啊、車牌都讀到嘅。好啦，第三步咧就係將一啲 AI 聽得明嘅字輸入去，例如紅色背囊。咁咧系統就會理解成為多個特徵咧，去同資料庫去比對，同埋撞樣比對嘅。好啦，第四步咧就係將所有嘅對象排成時間軸索引。咁咧亦都有個 timestamp 啦，有鏡頭名啦、區域縮圖等等啦。咁你亦都可以加入一啲嘅條件，例如時間軸啊、區域啊等等，可以篩選一啲嘅雜訊。好啦，最神奇咧就係沿路追蹤同一個人喺 A 鏡頭出現 ，B 鏡頭消失。系統咧會幫你自己接龍，一頁睇晒佢，行到邊唔使跳 channel。所以咧，你見到嘅咧就係打字揾到片啦。背後咧就係將一套畫面變成可搜尋嘅資料庫同埋流程嘅。咁記得咧 like and subscribe 我哋藍鋼 AI 保安實驗室啦。